师好。各位请坐下。眼镜跟丢了哦，好，大家再来。今天是国语体会班，因为我们之前有2班都是别的班嘛，啊，今天是让别的大多位啊，你哪位大多在这个机啊，在里面可以看得表演。好，今天呢，我们成绩啊，跟这位先生，电脑会议签约，今天是从现来林业先生，你第一次在这样看到。新台语，新台语的，你今天国语的，看看，因为我们国语跟国语跟台语讲不同的好，接上，有力哦，你得靠回来啊，你得到第2边来，好，都还好啊。还有那个力哦，力哦，还有力哦，太难了。有王力宏嘛，我要感谢。你的开讲完就没谁啦，叶先生、2位叶先生还有那个力宏哦，我们在今年算是这个班，好，第一次哦，谁到？因为那国语的班，你看美文是会分那个台语跟国语的班，因为国语的班他2个课讲要写没有讲，靠的风流，靠的风流利用关佛说了或者是什么，靠的东西他打一话，他也针对我们心道心。但是你如果这个你的 level 可以往上升的话，有没关系？但是我这边的每个领域有每个领域不同的你们应该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以后谁来这个国语体会班的话，或者是觉得国语体会班，因为他的讲师都是很熟悉，像等一下我们这个教官讲师他是很道理，有这些很深的资深讲师，他在各方面呢，无论是道理或者是我们都叫外师科的我们刚今年应该讲修到就是要内外双修，就是要心口合一嘛，就是你讲的要跟你做的是一样的，不是说你讲一套做一套，或者说你今天一定要修跟改修，或者是你要谁要慈悲，这个要慈悲，但是我们是讲给人家做就是但是自己呢却心不慈悲。我们起不善，没有善行，那这个多一套，所以我们修道不会就是要让心口合一。那今天呢，这个我们修跟讲师是我们修跟专业部长这个，教务部长，为什么他会我们点的是会把他列为他是教务部长，因为他在这个方面真的做得不错。他是我们教育部长。那我就分享是的，如果我们每个人的修道行都能跟我们就分享是一样，那或者敢保证我们每个人都有成长，都会成长，因为他是一位心口合一的修道人。今天或许就不多讲，因为如果或者把所有的时间留给我们就分享，因为每个人就说抱歉可能我会讲的时间会。是讲我时间来讲我可能我这个意见会导出来，但是你在打当中有的讲师都会这样讲，但是每位讲师上台，每位讲师都讲超过时间都超，所以或者有不多说有不多讲，我们就把我们宝贵的时间留给了我们秀班讲师那今天呢，我们共同慈悲的很简单，题目叫做人生的心理历程。那他的心理历程要怎么样？心灵就是心灵，为什么心灵会有影响？跟我们人一样，心灵是活的，我们人活的，心灵是活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诚心安静来聆听我们就分讲师为我们开示人生的心灵历程。我们热烈的掌声，掌声！到向讲师鞠躬，尊道恭。
心灵旅程。好，因为我们在不管在职场也好，或者说学生也好，职场也好，我们都会办旅游。那这些旅游呢，我们都是出去外面的一些风景区啊，游乐场所去就是所谓的放松心情啊。好，这也是一个旅程。可是这个旅程是什么旅程？有想的，是一种那种属于玩乐的一种旅程。那我们现在一直在走的就是心灵旅程，属于心理层面的。因为在当今的这个社会上啊，各位有没有发现说，其实物质上的跟心灵上的两者来做比较的话，哪一个比较重要？关键的，我会想说，物质跟心理这个时候要让我去选择的时候，我怎么去选择？大概会有一种天人交战的一个，比如说今天你们家里要出去玩，出去外面玩，好放松一下，游乐哈，一天，那有活动有办，那各位先去哪里？大家都很远，好，大家个人选择会不一样，好，那因为我们的国场都是用礼拜天在开班，就是因为大家都休息，那希望说在礼拜天的那个休假，大家都休假的那个时间里面呢，能够带给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心灵上有一些会得到一些心灵上的粮食，所以那我们都是在家里开班，好，那每一个出来的兄弟姐妹的年纪大的，进出来国场之后，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的收获跟明显。第一次来国场的时候应该没有嘛？那有没有觉得每一次来国场都有一点点的收获？一点点就好，不用很多，有没有？会觉得心灵上其实会觉得，那我们这心灵上的一种宁静也好，还有我们讲的法喜充满。所以明显这种法喜充满这种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是一种无价之宝各位明显。好，所以我们的那个仙火也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人在道中，就在道场中，就不在哪里，就不在劫中。在道中就不在劫中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我们在道场中，我们来到佛场之后呢，有来到佛场，我们看到是佛场嘛，然后看到呈现嘛，好，看到你们最亲爱的阿姑姐嘛，对不对？看到她就很开心嘛，因为她是叫记忆的上面。然后看到是有效的东西，可是呢，为什么？就是今天我会这么说，因为来到佛场之后，就是有很多的护法，我们看不到的护法，我们在护持这个佛场。所以当我们可以来佛场的时候呢，是被天佛护持住的，所以当然是不在劫中喽。好，所以之前有那个算是就是某个人啊，他会觉得我们佛场不是很久的道理，他只是觉得我们佛场盖得不错，然后就在外观，那天好像是黄昏的时候，外观都拍那个佛爱港的那个外观，结果拍起来都有点险，那个就一般我们看到这段也没什么，他拍起来的爱港佛是怎样？就是好像被大那个光怎样，整个是保不住的，然后就今天佛场里面就有的是佛场，然后外有有的人大家有看到很光的一团光，好像佛光，好佛光一样的那种感觉，整个光就在佛场的四周围，好，所以就很少能够来佛场，这个是累世的因缘，累积来的大因缘。好，所以我们要讲人生的心理学，怎么叫做人生？很简单，人生就是人出生到离开世界的这一段过程。那各位姐姐，请问各位哈，你们可以选择你们人生的起点吗？可以吗？可以。终点呢，可以去选择吗？所以说，人生的起点跟终点我们都没办法选择。你要出生在哪一个家庭，你可以选吗？如果让你们选的话，你要选哪？选给谁当导啊？哪个家庭？郭台铭嘛，都是一些大企业家，因为他们有钱嘛。好，如果在他们的家庭，应该就是那种不用奋斗什么，就是也其实也不一定嘛。好，所以说人生的起点跟终点，我们都没有办法选择。可是呢，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出生到离开世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去自己掌握这个过程？
美也好，它这个过程自己可以决定吗？多谢谢。可以。你们说可以吗？可以。可以吗？一定可以，因为你可以当你自己